今天係星期天，我哋好熟悉嘅聖經人物摩西，佢喺曠野度過咗平淡嘅40年。神差遣佢帶領以色列民離開為奴之地埃及。願神呼召我哋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欣然回答：主差遣我。主差遣我，呢首聖詩嘅背後有一個好感人嘅故事。詩歌嘅作者柯洛生，佢喺加拿大出世，師範大學畢業之後就被分派到去安大略嘅北部，喺一個好偏遠嘅地方教書，前後總共7年。佢喺精神、文化、靈性同埋物質上都感到好孤單、好寂寞，因為呢一個地區既冇教會，又冇團契，更加冇查經班，只有1、2個住喺好遠好遠嘅基督徒。喺呢一段咁苦悶嘅日子，柯洛生難免都會埋怨，都會感到好失望。佢好細個嘅時候就將自己獻俾神，只可惜因為身體唔係咁好，冇辦法踏上宣教嘅旅途，所以一直都感到好遺憾。有一晚，佢靈修嘅時候，讀到約翰福音20章21節，父怎樣差遣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喺嗰一刻，佢頓時領悟到，係啊，我唔係宣教士，不過呢個地方咪就係神賜俾我嘅宣教工場咯。於是佢就寫咗呢一首被稱為係20世紀最佳宣教聖詩嘅《主差遣我》。唔好埋怨，更加唔好懷疑，點解神會安排我哋喺一個咁艱難嘅環境底下？只要我哋全謙卑、全信服嘅心，好好完成神所託付嘅使命。主差遣我，差我到千萬絕望人中。今天係星期天，講道嘅經文記載喺以賽亞書6章1到10節。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個翅膀，用2個翅膀遮臉，2個翅膀遮腳，2個翅膀飛翔，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着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啊，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以賽亞先知回應：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喺佢嘅處境之下，呢一句說話絕對唔容易去講，甚至乎有人認為講呢句說話嘅人係一個英雄。而喺我哋嘅時代嘅裏面，喺我哋嘅處境嘅當中，講呢句說話嘅人好少。我哋又點樣回應呢？其實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唔單止係以賽亞先知一個信心嘅回應，而係先知去對上主嘅一個請求，甚至乎可能係一個乞求。讓我哋睇一睇呢段經文記載咗啲乜嘢。以賽亞係主前第8世紀嘅先知，佢係一位富有能力嘅一位先知，佢並且喺社會上有一個頗高嘅地位，常常有機會去到王嘅面前嚟到講說話。佢侍奉嘅時期由烏西亞王嘅末年開始，經歷過南國猶大烏西亞、約旦、亞哈斯、希西家4個王，佢忠心嘅服侍咗60年嘅時間。喺呢度正值係國家裏面好多嘅艱難嘅時刻，北國以色列即將亡國，猶大又苟延殘喘。以賽亞睇到咁樣嘅情景，力挽狂瀾，極力嘅指責罪行同埋腐敗，擁護正義，預言彌賽亞嘅嚟到。以賽亞書第6章係一好特別嘅一章，佢係一篇傳記式嘅講話，係先知記載佢睇到異象。呢個異象唔係關於國家，而係關於神自己。所以第5節嗰度咁講：因我看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弟兄姊妹，讓我哋都能夠睇見神嘅異象，以至到神嘅異象去改變我哋。當先知見到神嘅異象嘅時候，佢首先係見到神嘅榮耀，呢個係第1到第4節。先知睇見上帝坐喺高高嘅寶座上面，佢睇見神以高高在上嘅王嘅形象嚟到出現，有寶座，有黃袍隨從，講明咗神係威嚴同埋有權柄嘅。雖然神係滿有威嚴，並且佢願意與佢嘅百姓同在，就近佢哋嘅生活。佢又見到有6個翅膀名叫撒拉弗嘅飛翔活物，佢哋嘅侍奉就喺度讚美神，連聲嘅歌頌只有一個主題，就係講到神嘅聖潔。呢一種用3重嘅方式說明聖哉聖哉聖哉，係表達一個最高嘅境界，彷彿喺度講神嘅聖潔係人嘅心思完全無法去領會嘅。呢一種超越嘅聖潔同與眾不同嘅本性，使到佢同萬物係隔開，成為嗰個獨特嘅一位。當神嘅榮耀彰顯嘅時候，只有一個反應。聖經話門檻嘅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神嘅聖潔只要一經宣告，就足以擋住入口，不容窺視。弟兄姊妹，呢個係先知所見到嘅第一個異象嘅第一部分，就係去見到神嘅聖潔。弟兄姊妹，值得留意嘅喺我哋日常生活嘅裏面，我哋有冇見到神嘅聖潔？又或者話神嘅聖潔有冇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嚟到去反照出嚟呢？呢個好值得我哋嚟到去深思。然後跟住喺呢個聖潔嘅神嘅榮耀嘅裏面，先知繼續見到自己嘅不潔，係第5至到第7節。將以賽亞嘅異象同埋其他曾經嘅異象裏面睇到上帝嘅人嘅經驗做一個對比嘅時候，佢哋有啲乜嘢唔同嘅反應呢？我哋從佢哋嘅反應當中可以獲得有關我哋自己同埋我哋同創造主關係有啲乜嘢重要嘅教訓。以賽亞喺異象當中見到大軍嘅耶和華，佢嘅反應就係：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嘅人，又住在嘴唇不潔嘅人嘅當中。以賽亞發現自己係被排除在外，亦都承認佢嘅結果就係我滅亡了。個原因就係我嘴唇不潔。呢一度嘅滅亡喺希伯來文原來嘅意思就係被剪去或者完啦。呢個詞話俾讀者聽，呢一次嘅經驗對於以賽亞嚟講係使到佢自覺生命要斷絕啦。呢一次嘅經驗幫助以賽亞去明了同創造主一比較嘅時候，佢係多麼嘅渺小。當以賽亞認罪嘅時候，一位撒拉弗立即由祭壇攞起一塊紅嘅炭，放喺以賽亞上面，用炭觸碰佢嘅嘴唇。呢度描述嘅係咩呢？呢一項嘅行動又預表住咩呢？我哋可以由其中為自己獲得啲乜嘢嘅資料或者提醒呢？以賽亞原來係一個必要滅亡嘅罪人，就好似我哋一樣。但係撒拉弗說明，讓佢對呢一啲屬靈嘅實際唔再有絲毫嘅懷疑。聖經咁講：看啊，這炭一沾你嘅嘴唇，你嘅罪便離去了。至於你嘅罪，贖價已經償付了。神總係喺我哋最需要、最感到需要嘅地方嚟到工作，而佢嘅果效亦都係立時顯明出嚟嘅。佢所處理嘅唔單止係我哋所認知嘅罪，而且佢喺我哋裏面亦都讓我哋所見到嘅罪孽、內在嘅腐敗、罪惡係做錯咗啲事。除掉呢個詞原來嘅文字嘅根，嗰個根就係話希伯來文喺各方面翻譯成贖罪呢個字。重點就係假如冇神嘅干預干涉，假如以賽亞嘅罪孽係冇被剪掉、被除掉或者遮蓋嘅話，咁樣佢就唔能夠為上帝做任何嘅嘢。佢必須同上帝先有和好。只有咁樣，主上帝先能夠去使用佢。你嘅生活有冇任何嘅障礙呢？使到上帝唔能夠去使用我哋，你必須先順從啲乜嘢呢？然後你嘅罪先至係被剪掉。弟兄姊妹，呢度的確係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然後喺異象裏面，我哋繼續見到就係以賽亞去睇見上帝嘅異象。喺第8節，贖罪立即帶嚟和好。以賽亞起初係遠遠嘅嚟到睇見神，但係而家佢卻係可以靠近埋去啦，以至到能夠聽見神嘅心聲。佢曾經因為罪嘅緣故被禁言，如今卻成為一個蒙恩嘅罪人，有發言嘅自由。神原來將佢本來放喺外面，而家卻係將佢帶返去屋企。上帝呢個時候向以賽亞發出一個呼召：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哋去呢？我哋留意兩件嘅事情。第一，耶和華唔係冇幫手，佢有千千萬萬嘅撒拉弗可以被佢嚟到去差遣。
佢唔受冇能夠被佢差遣嘅僕役，而係向我哋發出呢一個邀請。第二，呢個邀請係冇講明到對象，係冇講明地點，甚至乎冇講明要做啲乜嘢。以賽亞聽到上帝嘅呼召嘅時候，佢立即嘅回應就係講：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喺佢未知道呢個差遣嘅細節之前，佢就已經回應啦。以賽亞只係站喺一個受恩者嘅地步，祈求神嘅恩召能夠喺千千萬萬嘅僕役天使當中臨到佢嘅身上面。而事實上，呢一啲嘅撒拉弗嘅能力都比以賽亞嚟到強。神的確可以運用呢一班嘅天使嚟到做成佢嘅工作，而天使所做嘅質素，亦都有可能比一般嘅人所做嘅係更加好。但係神而家竟然係呼召以賽亞，同樣呼召你，同埋呼召我，使用一個嘴唇不潔嘅人成為神嘅先知，成為神話語嘅出口。以賽亞之所以回應，並唔係因為佢相信有某啲恩賜或者才幹，或者話因為佢自認會做得更加好，或者做得好好。佢嘅回應亦都唔係因為呢個差遣嘅任務係特別嘅吸引住佢，因為佢根本都唔知道個任務係做啲乜嘢。以賽亞回應咗啦，因為佢知道雖然自己係不配，但係上帝卻係配嘅。雖然自己係冇力量，但係上帝卻係全能嘅。雖然呢個任務唔係自己所揀嘅，但係上帝卻係上帝所揀嘅。呢段嘅經文去到最後尾第9、第10節嘅時候，本來好似係完結嘅。先知講咗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呢句說話，本來就係一個好完美嘅結果。然而研讀上帝嘅話語嘅時候，佢俾以賽亞先知嘅使命，我哋可以話明了上帝喺度向以賽亞所講嘅係乜嘢。喺整本嘅聖經裏面，上帝都喺度呼召佢嘅百姓嚟到聆聽、順從、回轉並接受神嘅醫治。但係我哋知道好多人卻係掩耳不聞，所以喺度上帝似乎只係話百姓們會咁樣嚟到回覆以賽亞。佢唔係話佢要呢啲事情點樣發生，佢亦都唔係話佢會使到事情係咁樣嚟到發生。當百姓佢哋繼續拒絕以賽亞嘅警告嘅時候，佢哋嘅心自然就剛硬啦。但係呢個並唔係以賽亞或者上帝想要有嘅一個咁嘅結果。假如我哋願意，上帝會賜俾我哋所需要嘅力量，去完成佢差派我哋要做嘅工作。佢潔淨咗以賽亞嘅嘴唇，佢將聖靈同埋至高者嘅能力嚟到賜俾瑪利亞。耶穌為彼得嚟到禱告，又用聖靈膏咗掃羅。佢將話置喺耶利米嘅口裏面。喺呢個世界歷史最緊要嘅時期，難道我哋對自己嘅期望比呢啲更少咩？神要差派為佢工作嘅人，但係人有作出回應同埋有不回應嘅自由。以賽亞自願嚟到接受差遣，佢冇前設，亦都冇條件，佢就係任憑主嚟到差遣。以賽亞話：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如果今日我哋見到主對我哋嘅呼召，你會唔會咁樣嚟到去作出回應呢？弟兄姊妹，喺呢個時代裏面，實在需要好多神嘅工人，好多神嘅百姓嚟到對住神向我哋嘅作出嘅呼召嚟到作出回應。弟兄姊妹，你願唔願意嚟到咁樣嚟到回應呢？喺40多年前，我就係咁樣嚟到回應上帝，以致到神嚟到使用，讓我一個不配嘅人能夠被佢嚟到使用。弟兄姊妹，讓我哋呢個時候低頭嘅禱告。上主啊，我哋都係蒙受咗你嘅大恩典。我哋本來都係嘴唇不潔嘅人，
又住喺嘴唇不潔嘅人當中，你卻救拔咗我哋，使我哋遷到你嘅愛子嘅國度裏面。你又願意使用我哋成為你嘅出口。我哋知道你嘅呼召從來就唔係浪漫嘅，亦都唔需要去修飾，亦都唔需要人去做英雄。佢只係需要人好踏實嘅嚟到活出自己嘅全有，活出神嘅託付。你嘅呼召之所以踏實，並非因為嗰個果效、人嘅掌聲、成就同埋英雄感，而係嗰種默默守護嘅信念，嗰份忠心到底嘅委身，嗰個不沾染世俗嘅愛心，嗰份不求回報嘅純真。弟兄姊妹，喺呢個世代，佢係好需要好似以賽亞去咁嘅回應，對上主講：我在這裏，請差遣我。弟兄姊妹，唔知道你願唔願意都作出呢個回應？當你聽到呢段信息嘅時候，你會唔會同神講：我都係一個嘴唇不潔嘅人，但係卻係蒙咗主你嘅大恩典。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求主你聽我哋嘅禱告，我哋咁樣祈禱係奉耶穌嘅名求，阿門。今天星期天歌詞默想，在海洋彼岸，萬人等候，束縛捆鎖中向我招手，憂苦重擔下被壓傷難過，我欣然回答：主差遣我。兄子父老們夜中失喪，幽暗中摸索尋求亮光，無人施憐憫，無人解困鎖，我欣然回答：主差遣我。主差遣我，求主差遣我，我欣然回答：主差遣我。差我到千萬絕望人中，我欣然回答：主差遣我。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嚟到上主嘅面前，我哋憑住信心領受從上主而嚟嘅賜福。但願聖父、聖子、聖靈三位合一嘅真神，常常嘅與我哋眾人同在，並且讓我哋時刻去想起我哋經歷咗主你嘅大恩典，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哋寫十字架上面，讓我哋能夠經歷到呢份嘅恩典。
當我哋想起呢份恩典嘅時候，讓我哋眾弟兄姊妹都懂得點樣嚟到去回應神你自己喺我哋生命當中嘅作為，願意嚟到回應你嘅呼召。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帶領、契通，常常與眾人同在，直到永永遠遠。阿門。